然要安尼做。只要咱是要疼上帝，只要咱是要去疼人，各位兄弟，咱拢会当试看卖啊。虽望这个方法，咱是青分的，虽望这个想法毋捌走出来过。各位兄弟，咱若真心疼上帝，咱若诚实疼人，咱拢会当来试看卖啊！毋通互咱的目睭迷目抓看。你们不要这么沉重好不好？又没有要你们要做什么。甲人毋忙，咱这个心 mindset 开始做一个转换来改变。各位兄弟，当咱拄到的时阵，咱知影一个新开创的一个毋忙会伫咱的头前展开。有准备好势未？我都讲的哦，咱的心若无准备，咱的目睭就看无。你有准备好势无啦？好啦，莫讲准备好势，你有开始准备无啦？哈，安尼会当比较有把握回答我嘛？有要开始准备无啦？吼，你若无准备吼，即么连恁某拢看拢认袂出来，我甲你讲。那当心来祈祷。